姐姐原来在练字呀。是啊，姐姐真是好学不倦。这后宫的嫔妃中，就属姐姐的字写得最好了。而且姐姐的琴棋书画，也是样样都很出色。妹妹，你要再夸姐姐，姐姐便无地自容了。对了，妹妹怎么今日又得空来看姐姐？妹妹啊，是想来谢谢姐姐。昨日你命扣扣给妹妹送来的董糖，妹妹都舍不得吃完呢，得放在那儿一点一点的品尝。妹妹若是喜欢的话，那姐姐就多做一点儿，回头让扣扣给你送过去。好。姐姐现在的字真的是写得越来越好了。哎，姐姐最近怎么总练字呢？这是给三阿哥的字帖。这首诗虽然字数不多，可是诗句工整，胜在笔画齐全，且寓意也是极为深远的。这三阿哥确实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孩子。妹妹，倘若妹妹以后生了孩子，姐姐想也一定会像三阿哥一般聪明伶俐。为说服皇帝平息事端，哀家想请各位王公重臣拿出做主子的胸怀气度，做出点让步。三法不能废，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对享有三法特权的王公大臣稍加一点限制呢？太后娘娘这是？太后娘娘的意思是，对我们这些王公大臣的圈地规模，以及家奴的人数，还有杀人特权加以限制，以减少三法的严酷性。敖大人理解得很对，王公大臣们都让出点特权，减少一点三法的严酷性，这也能够减少满汉之间的矛盾，这也确实很必要。那么多汉人臣工都支持皇帝废除三法，这里面的声音我们不该听听吗？太后娘娘，臣十分不理解为何要限制三法，这到头来还不是那个汉臣洪承畴胜了？这个结果让臣等无法接受啊！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臣以为限制一事不提于为好。太后娘娘，我们议政会议一致认为，不可对三法做修改限制。臣等会将这个结果禀报给皇上。前亲王，你想代表议政会议做出决定，太性急了吧？你也太高看自己了吧？敖大人好像有不同的想法吧？太后娘娘，臣与简亲王想法有异。臣方才听太后娘娘的训示，受益匪浅。咱们这些王公大臣，三法赋予我们的的确太多了，已经危及到我们大清的安定。太后娘娘，臣恳请朝廷将臣府上的汉奴还有田地减少一半。敖大人，坐吧。谢太后娘娘。敖大人，你真是让哀家太高兴了。不过哀家不同意一下减掉这么多，适当即可。最重要的是有这个认识，有一个姿态。臣哈里达愿遵太后懿旨，适当限制三法。太后娘娘，臣也赞同适当限制三法。郑王爷、索大人，你们两位大人的意见呢？太后娘娘，现在既然议政会议中有3位大臣赞同限制三法，那臣知道妥协是必要的。臣谨遵太后懿旨。太后娘娘，
老臣认为，具体的条款应由议政会议来定来议为好啊。不错，这件事不能让6部5院来议。具体做出哪些限制，就交由各位大人议定吧。议定出来的条款，就算是3法的修订条款。往后谁要是犯了这条款，就算是自认。拿掉了洪承畴的议政大臣，议政会议提出的几条限制3法的条款，其实是不痛不痒，做点姿态而已。这个姿态可是非常难得、非常重要的。皇帝，这是额娘费尽心机与议政大臣达成的协议，额娘请皇帝不要再有任何异议了。儿子多谢皇额娘，为儿子、为朝廷所做的一切。儿子现在就下旨，停议3法。妙，弹得太妙了。皇上，这茶也喝了，琴也听了，小婉今天身子有些不适，所以不能服侍皇上。皇上去果真妹妹那儿吧，我想果真妹妹她一定很想念皇上。不，今儿这哪儿也不去，就在这儿陪你。皇上，果真妹妹同小婉情同姐妹，皇上在果真妹妹那儿和在小婉身边是一样的。我想果真妹妹一定期盼着皇上能够过去，想必果真妹妹已经望穿秋水了。小婉，这后宫众嫔妃个个都希望朕陪着，可你却要把朕往外推。是，果真她确实想与朕时时相守，难道说你不希望与朕时时相伴左右吗？小婉自然希望能时刻陪伴皇上，只是皇上，果真妹妹以前流产过，流产之后，果真妹妹的心情一直郁结不舒，所以小婉希望皇上能够多多陪着果真妹妹。皇上稍作安慰，果真妹妹想必一定会心情舒畅，这身子也好得快些，没准儿果真妹妹这心情一好，还能为皇上诞下龙种呢。这是果真叫你说的吧？皇上多疑了，果真妹妹没有跟小婉说过这件事，她不曾提过。皇上不是也跟小婉说，希望小婉能跟果真妹妹成为一对好姐妹。果真妹妹善良天真，所以小婉也希望果真妹妹能够如愿以偿。再说小婉已经得皇上诸多恩宠，小婉也不敢独享圣宠，所以小婉有此建议，是希望后宫的姐妹能够雨露均沾。小婉，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，无一不是在替朕打点筹谋，朕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主子，别再喝了，伤身子呀。这天气已经转凉了，
早些进屋休息吧。没事，主子没事。主子，皇上近日是忙于政务，这些日子除了董小宛那儿，其他宫里都没去过。不过云儿相信，过几日皇上定会来看望主子的。云儿，你知道主子为什么要喝酒吗？因为只有喝醉了，主子才不会思念皇上，才不会觉得孤独。云儿知道，云儿会一直陪着主子的。哎，主子，皇上来了。皇上，臣妾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怎么，朕来看你不高兴啊？皇上，娘娘一直盼着您呢。是吗？这么晚了，你主子一个人在外面喝闷酒，也不回去休息，你也不拦着他，你是怎么服侍他的？奴婢该死！皇上，不要怪云儿，是臣妾自己不想睡，不关云儿的事。以后好好照顾你的主子。起来吧。奴婢谢过皇上，谢过娘娘。小果真啊，跟朕说说为什么这么晚了还不睡，一个人在这喝酒啊？因为臣妾思念皇上，臣妾睡不着。臣妾还以为皇上已经把臣妾忘了。怎么会呢？朕怎么能把朕的小果真给忘了呢？可是皇上好久都没来看臣妾了。朕啊，最近真的是忙于朝政，实在脱不开身。好，朕向果真赔个不是。果真，不仅朕很惦记你，你的德妃姐姐她也很惦记你。是吗？冬姐姐她也想着我。走，陪朕进屋说说话。皇上，小婉虽痴情，却也从未想过有一天要跟这么多女人共侍一夫。可如今这情形，宫里的嫔妃们看到我，都恨不得把我撕成两半。我又怎能每日守着你不放呢？可是，这世上又有哪个女子是不希望夫君常伴左右的？
龚师傅，朕无能，没能保住你议政大臣之位。皇上千万别这么想，其实皇上已经胜利了。如今三法之事已经提出来，且鳌拜将军也都站出来支持太后，太后压住了议政会议。皇上，这次的胜利来之不易呀。鳌拜这次算立了一大功，朕一定给他记上一笔。不过，朕现在最担忧的还是皇额娘同小婉之间的关系。皇上不要心急，慢慢来嘛。童姐姐，妹妹又来打扰姐姐了。哎，三阿哥玄烨呢？玄烨呀，他在院子里跟师傅学功夫呢。其实我过来是想讨教姐姐一件事。这不三阿哥的生辰快到了，所以我不知道该送他什么生辰礼物好。他是孩子，礼物不要重了，合他心意就好。礼物重了，皇上是不允许的。就是因为这礼物又不能贵重，又要有特色，又要三阿哥喜欢，所以我思来想去都不知道送他什么礼物好。选了好几样，可是我都不太满意。妹妹你好傻呀，三阿哥与你这么亲，你直接问他想要什么不就有了？对呀，还是童姐姐一语道破梦中人。行，那我一会儿等三阿哥回来，我亲自问问他，看他喜欢什么。好。姐姐，董小婉又去承乾宫了。荣贵妃跟她还真是亲近，好像在跟兰贵妃相较，看谁跟那个贱人更好似的。哼，皇上宠爱的人嘛，总是有人去攀附的。不过，若是不尽早除掉董小婉，她可能就在后宫一步一步地打开局面，站稳脚跟了。没错，她今儿去承乾宫，明儿去景阳宫，指不定以后还要去什么宫拉帮结友呢。玄烨回来了，三阿哥回来啦，快给董娘娘请安。董娘娘好，我方才在练功课，不能停下，请董娘娘见谅。三阿哥好棒啊！三阿哥又会诵诗，又会打拳，以后长大了一定是个文武全才。董娘娘过奖，皇阿玛希望儿臣能文能武，所以儿臣不能懈怠，每日必勤学苦练。玄烨啊，董娘娘要送你生辰礼物，你想要什么呀？啊，董娘娘随意吧，反正不能是贵重的东西。这三阿哥的生辰，送三阿哥的礼物怎么能随意呢？董娘娘想送三阿哥一个最好的礼物，三阿哥想要什么尽管说，董娘娘都满足你。我想要一件董娘娘亲手做的礼物，那才有意思。三阿哥这个主意好啊，董娘娘跟你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启禀娘娘，皇贵妃娘娘和兰贵妃娘娘、淑妃、贤妃、静妃娘娘前来拜会。皇贵妃也来拜会我，哎呀，这可稀罕了。她可有说是何事？回娘娘话，奴才没敢问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去请他们进来吧。这。童姐姐，既然几位娘娘都来了，要不我先告辞吧。你别走，他们待不久的。我估计他们也是为玄烨的生辰而来。大家一起见见吧。那好吧。臣妾见过皇贵妃娘娘，免礼。几位娘娘快请坐吧。五位娘娘和皇贵妃娘娘都来了，承乾宫真是满院生辉呀。你是沾了三阿哥的光，咱们是为了三阿哥来的，是吧，静妃？
不错。皇贵妃和贤妃到本宫那儿，说三阿哥生辰快到了，商议生辰礼物之事。本宫一想啊，这不如直接上门来问问荣贵妃，三阿哥都喜欢些什么，这便来了。没想到德妃也在，真是凑巧啊。是啊，没想到董姐姐也在这里，只可惜皇后娘娘没有来。皇后娘娘身份高贵，怕是不好请啊。即便是去请，也是自讨没趣吧。德妃也是来问候三阿哥的生辰，其实离生辰还有好几日呢，几位娘娘真是费心了。三阿哥6岁生辰，那是大事，如今大家都在忙着给三阿哥准备生辰礼物，这不，咱们过来是看看三阿哥想要些什么。皇贵妃娘娘，皇上已经说了，如今闹灾情，这次三阿哥的生辰庆祝要大大从简，就在后宫一家人聚聚就好。皇上对礼物也有规定，不能给三阿哥贵重值钱的东西，一点心意就成。就是因为皇上这道旨意，倒是为难了我们。就算是一点心意，也要三阿哥喜欢才好啊。依我看，德妃已经来了一会儿了吧？想必德妃已经有了主意。我刚才过来也是跟荣贵妃娘娘商量这件事，刚说2句，你们便来了。董娘娘，我已经想好了。董娘娘的书法十分漂亮，我想要董娘娘给我抄20首我最喜欢的唐诗，送给我做生辰礼物。三阿哥这个想法还真是新鲜别致啊！那董娘娘便依三阿哥所说的，给三阿哥抄写诗本。董娘娘最懂诗词，玄烨还要请董娘娘给这些诗写几句评点。好，董娘娘答应三阿哥，三阿哥说的，董娘娘都照办。三阿哥如此喜欢
灵儿姑娘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谢谢啊，李公公。娘娘身体安好，但并没有怀上孩子的脉象。云儿，你先出去一下吧，我和冯太医说几句话。是。冯太医，请坐。谢娘娘。冯太医，你是我唯一真正信任的人，你也是真的愿意为本宫牺牲性命的人，所以这有些事呢，本宫只能让你知道，就连云儿也不知情。卑职感谢娘娘的信任。如今，娘娘在后宫的情状是万分有利。皇上、皇太后和皇后，还有那个董小宛，都十分信任娘娘，没有一个人会对娘娘起疑心。娘娘不管对谁下手，那都是十拿九稳的事儿。这次，在三阿哥的生辰会上，本宫倒是的确想找个机会对他下手，不过如今看来，不用本宫出手，已经有人惦记这事了。娘娘确定有人会动手？姐姐，姐姐，给贤妃娘娘请安。珠儿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姐姐，成了，毒药已经交到了灵儿手里。后天下午是皇后与众妃的例行聚会，到时候董小宛会离开中岁宫1个时辰，灵儿可以趁机下手。只有1个时辰，时辰怕有些不够啊。我也是有些担心，不过让灵儿从容下手。没关系，我有法子拖住那董小宛，让她多待一会儿。如此说来，你已经想到了这一步了。姐姐真是思虑周全。本宫的一箭三雕就要成功，这个时候绝不可以有丝毫的马屁大意。多年前，卑职的一家曾受到娘娘阿玛将军大人的庇荫恩护，将军大人对卑职一家有救命之恩，卑职誓将报恩，祝娘娘实现夙愿，万死不辞。冯太医，快请起。谢娘娘。你的忠心必将得到厚报。2年之内，这宫中正堂首席太医的席位必是冯幸。卑职也深信，2年之内，娘娘必将达成心愿，荣升皇贵妃。在这后宫中，尊贵独享之人，便是皇后。本宫以前
可从来没有想过皇后之位。可是如今，本宫已是贵妃，而在本宫心里，这毫不起眼的多娜，她竟然也能成为皇后。因此，如今本宫的梦比以前更大胆了。娘娘圣明，以娘娘的才华美貌，娘娘早该荣登凤座。这可算是写完了，真是费了我不少功夫呢。姐姐这本诗抄还真是精美至极，三阿哥见了一定会喜欢的不得了的。娘娘，那就让婉儿来装订诗本吧。还是等晾干了吧，晾干了之后啊，咱们再装订成册。这诗本啊，总算是完成了。扣扣，帮我把它收好吧，放在书房里，找个地方放好就行了。娘娘，明日下午娘娘去坤宁宫，需要奴才做些什么特别的准备吗？也不用特别准备什么，明日去坤宁宫只是皇后娘娘例行的一个训示问话，除了抬轿的几个公公，带上扣扣也就行了。奴才明白了。今日大家都聊得很畅快，最近后宫都安宁无事，皇额娘很满意，本宫也很高兴。后宫是平安无事，只是这前朝倒是热闹之极。前一阵子皇上召集了文武百官，要议废三法，这可让朝廷上下一下子就惶恐了起来。听说最后啊，还是由皇额娘出面停议了三法。可不是嘛，朝中重臣洪承畴窝藏逃奴犯了事被抓，议政会议一律也杀了洪承畴，是皇额娘救了他。可是洪承畴的议政大臣之位却丢了，哼，他也真是倒了大霉。可不是嘛，真倒了点霉都没沾到，真倒霉。前朝之事，后宫不得妄议。前段日子前朝闹腾，本宫领了皇额娘懿旨，还特意跟你们打了招呼，怎么今天又议起来了？皇后娘娘，前一阵子臣妾们也并没有议论三法呀，只是现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大家议一议倒也无妨，听一听各位姐妹们对废除三法的想法，应该很有意思。就是啊，皇后娘娘，咱们该聊的事情都聊完了，这闲着也是闲着，聊点有意思的事儿也无妨啊。对呀，好吧，既然这事儿已经过去了，你们想聊那也无妨，只是不要有什么不同的意见，可别起了争执才好。这里面只有德妃一人是汉人，恐怕只有她一人对这三法有不同的看法吧。冬姐姐，都是玩笑的话，你不用太在意。多谢兰贵妃关心，此话题本宫也不想多议。兰贵妃和德妃真是同心同德呀，生怕这德妃吃了一点亏。不知道兰贵妃对这三法有何见解呀？本宫对三法呢并无见解，本宫也不懂何为三法。好看吗？姐姐的耳环真好看。这个好看，今天天气好，
衣服也是新做的吧？多漂亮！这个真好看，我也很喜欢。真好看，不是吧？不错，我戴好看吗？好看啊！海儿，我这个衣服啊，是德妃娘娘特意找人给我做的。她特别。海儿姐，你瞧这云儿，不过来同我们说话，反倒与那个汉女在一起窃窃私语，真是奇怪。主子跟主子好，奴婢跟奴婢好，这不奇怪。看看这朵，这朵最大了，我也看我去教训教训她。你如果喜欢我这样的话呀，那我照这个原样买一个送给你，好不好啊？真的吗？太好了，那说定了。云儿，你不过来同我们说话，反倒与这个汉女奴婢在一起，你不显得脏啊？你，珠儿姐姐，我们没聊什么。我们聊什么了？用跟你汇报啊？大胆奴婢，敢这样和皇贵妃的侍女说话？我是奴婢，你是主子吗？说我脏，你干净吗？我告诉你，本姑娘比你干净10倍。扣扣姐，大胆奴婢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打我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打起来了！别打了，你打我，我凭什么不能打你？松手啊！打我！别打了，打死你！你们别打了，去试试看吧。扣扣姐，你让我欺负我，你打我！打得好凶啊！让我欺负人，你敢欺负人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走开！海儿姐姐怎么办啊？欺负人！别打我，就是你！海儿姐，救命啊！快来人，把扣扣抓起来！皇后娘娘，若没什么事的话，臣妾想先告辞回去了。德妃好无礼呀！我们姐妹们聊得正开心呢，皇后娘娘都还没有发话，你倒想先行告退了。本宫也没有什么事了，想走的都可以走了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启禀皇后娘娘，皇贵妃娘娘和德妃娘娘的侍女在院子里打起来了。怎么打起来的？谁把谁打了？先是拌嘴，后来便扭打在一起，打起来了。珠儿她打不过扣扣，扣扣她太能打了。皇后娘娘，一个汉女奴婢竟然敢殴打本宫的侍女，这个扣扣向来无礼，必须严惩。皇后娘娘，扣扣一定是受到极大的委屈才会出手还击的，何况事情尚未查明，等娘娘明察后再做定夺不迟。董小婉，你的侍女都是被你惯的，本宫今日不好好的惩罚一下她，誓不罢休。好了，你们都坐下吧，本宫会公正的处理此事的。是。本宫先说一句话，今天的事，谁都不许多嘴告诉皇额娘去，免得惹皇额娘心烦。大家都记住，谁要是多嘴了，别怪本宫用中宫监表惩治他。都听见了吗？臣妾明白。海儿，去把那2个人带过来。是。姐姐喝茶。你看看你，今天又被训斥了一顿，还差点要挨打。你那小脾气啊，以后好好改改吧。姐姐，那是珠儿先挑的事儿，她是故意找我茬的。不过我也没吃亏，我呀迎头痛击，大获全胜。听你这口气，还颇为得意似的。